今年一届这万人收过日月潭的活动咧，9月28日来举办啊。今年是有2万多人来报名。南投县府今仔日是伫日月潭来举办祈福的仪式，强调会做好交通管制，也会设医疗站来做好配套的措施。日月潭国际万人引导20日举行，南投县政府22早起伫日月潭的钓鱼码头办祈福仪式。祈求活动顺利，官府指出，今年拢总有24736人参加，估计吸引超过5万的人丁来遮。建议交通会较完整的啦，会使较提早甲民众讲，什么时间的管制的部分。当地要上班的人会进不来。因为他原本是8点上班，变成我要提早来，不然就是要延后才有办法进来。针对当地的一些要上班族来这边上班的人，看有没有另外一张可以通行的方式。南投县府表示，东港早起6点会开始交通管制，在21线环潭公路，敢会当行顺时针方向，请用路人配合。嘛建议当地人也是伫遮上班的民众，会当骑机车出入。另外，县府伫钓鱼、伊达小码头、九龙口拢有设医疗站，卖安排空勤总队待命。那这次的交通呢，还有医疗上面呢，我们也是用尽了所有的这个人力啊，尤其在医疗上面，我们可以说是陆海空的这个设备啊，竭诚的欢迎来自这个海内外的好朋友参与我们今年2025的日月潭万人一度的活动。今年万人收过日月潭的参加者当中，包括35个国家、361名国际选手，以及130名省众选手。也那第11届日月潭公开水域游泳锦标赛27就会先举行，县府欢迎民众来替民众加油。记者辛平义南投报道。